台南的七股盐山迎接到2023年，是举行大型的装置艺术季。这个是第一届以台湾的盐业为主题来打造装置艺术。七股盐山顶悬有一位盐工咧打盐，画面真壮观。为着迎接新年，七股盐山装置艺术季嘛开始啊！ 台南一直是台湾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盐的一个晒盐的一个生产基地。那七股盐山当然在这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让社会大众有机会呢更了解盐业文化的一个深度。 今年装置艺术的理念是头一摆以盐工唔惊晒日头，佮有风雨，才会当创造出台南盐业传奇来做主题。盐现在呢，因为所谓的自由化、贸易自由化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，所以很多的盐会进来。可是它传承了很多过去，尤其是南部西南沿海地带的一个过去的文化。 活动现场佮有设计 DIY 活动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到七股盐山，熟悉台南的传统盐业文化。 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